为了要强化台湾国强电民防团加村里民防团队的运作，中华鹿港镇公所伫今仔日举办民防团基本训练，要来提升民间自我防卫能力。江苏解说中国甲台湾目前的军力状况、战争发生的避难定序以及相关的紧急救护观念，这是应用民防法所举办的民防团基本训练课程。由地方首长担任团长、参理长甲职工组成民防分队。若是有紧急事件发生的时阵，通好协助维护地方治安、紧急救护的任务。一般来讲咱个民防部分，这2年较强调就是这个防空避难，再来讲会甲这个防灾部分做结合的。因为你有实际演练就刚咱每一年的这个汉光演习感官嘛有演练，大家有参加。基本上，你的印象会较深啦吼。专家表示，万不利中国若拍飞弹过来，3分钟就会落落来。咱的防空警报是等1分钟，会当避难的时间敢若剩2分钟尔。其实网络拢有避难场所的资料，平常时就爱了解4库练等的避难所，若有灾难发生，才知影爱避去倒位。讲一寡即个做像民防的，即个我若互大家知影一个知识啦。里长和参团长、公所拢有配合来组一个团员来，临时若发生战争的时通有指导在里面通去避大楼的地下室。专家嘛坦白讲，政府规定民防团的上课时数1年实施1摆，1摆以4点钟为原则，安尼的训练时间确实有较少。这几冬中国的威胁愈来愈明显，去年中国的军事预算就是咱国的17倍，政府需要搁加强全民国防的推广力头。爱有能力备战，才有法度止战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